人生那条路上，每一个时节都是选择。就算都出境今日，都喊地个拖，爱做嘛个sản婦，爱吃嘛个work嘅，爱一早点出门。那这边看的差不多的话，你看一下房子的部分。好，这边请。汤你好小啦，我送你去派出所，就办1年前的事情呢。哎，没来呢。你搁知影5月前的代志？阮兄哥这5月是咧病院咧吼，串者，你知啊？啊，你莫离啊，急讲哦！你敢走啊？试看嘛？阿袂甲你讲出是要走倒啦？你敢走你啊？试看嘛咧哦？哎，老紧啦！你还要出代志？运动加挖到，行到一条不明白的路。哦，我想要买那个订婚的戒指啊！因为冇好选择，我想较好的，我这样不会算赢你，无就歹势嘛。有奖冇？有奖。有谁做的冇？其实，因已经做了选择。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，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伤。假使爱上伊，爱会点点看天堂。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伤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像这种的设定哦，较庄严，嘛较简单啊，看有下恁的意无？我看吼，等阮找到吼，害是阮兄哥咧臭小囝吼，才过来讲阮兄哥的后事啦。好啊。对啊，啊无咱这辈大真正死都唔冤家啦。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像恁这辈大厝内底的人，阁有其他的亲戚无？亲戚遐你就免管，吼。这阮来处理就好。对安呀，啊咱这边大进前毋是有买啥物生前、啥物企业迄无？啊无咧，无咱啥就送我这间去办，你一头家去歹。哦。阮兄哥就先囥你遮啦，吼，
我咱还有代志要来处理。没问题。啊，给。对安呀，迄个罗小明电话安怎卡拢无人接呢？还真过分呢。我们到就止啦，住咧附近尔，敢走会去？好。桂义，我拜托你啦，我最近真的好穷哦，你让我住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会整理房子，而且我也不在屋子里面抽烟，拜托啦，让我住一下啦，好吗？老奶天数啦。你真的很耍无赖哎！我不是你朋友了啦，都对你挠呢。你今天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走。那你陪我去麦校家？不是嘛？麦校他爸根本就不理我，而且我把尾款都处理好了，我要汇给他，他也不接我的电话。他那个麦校又一整天装一个死人脸，那我去干嘛 ？OK 啊，相见不如怀念。好，我去，我拜托你带我去麦校家好不好？来，应酬要做嘛，水果拿出来哟。好啊，来，莎莎，谢谢。麦妈妈不好意思，突然跑过来拜访。唔会啦，有闲来吵吵了了一好诶，无规不靠你看眼看你，大眼瞪小眼啦。那个麦嫂，哦，就是因为我的尾款要汇给他，但是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。佢啲衰木啦，老人家饭炒无水好。一件事情哦，叫人来讲啦，也无几多钱就算的啦。临时老公司输去了，人家对人家一排塞，佢做爱用的人，大家比做好啦，哈，唔会计较哈。没有。吃啥？谢谢。我觉得我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啦，我才排塞。请排塞喜爱啦，本来爸爸妈妈笑。啊，吃水果啊？其实我讲歹势迄个迄业务的案件，我爱用讲啦。无说，来做啲出去老人讲遐帮忙。好啊。但母女哦，结果你做你能教很好嘛？当然。你做人在哪天发？你懂无限啊？无限天发就唔是肥嘿。也唔记得啦。迄唔迄动咬牙啊？拜托，唔坚持下去好无？全乡府有众多办法，做个领养，做个借腹生子啊！这么爱可以跟马家做。爸爸妈妈会马家爱做饭家就马家，安尼真简单，错吗？空前见面太巧的人，冇很多闲时间。今日恩爱结婚恭喜你，爱做结婚恭喜你啊！任务完成，生日恭喜。爱做会向来自家做。恭喜你又唔系偶然，想恭就恭，迄叫唔出来咧。伊也做嘅就生活问题嘅，唔係捱嘅。唔啱用講對什麼人都無公平咧。迄個也係影響到家人生、家庭咧，唔用按吃屎啊！好嘅人嘅，巧嘅唔好做呢。唔係老人結婚，老人講來。
真鬼不点的，还冇有发烧嘛？无，我係講認真嘅，我真件做的，好我真件做的，唔做的我就做的，哦，我講下你都做唔得啦，好啦，唔可以講啦。我就做唔啦，哦，拜託唔可以啦，啱啱佢都冇同講，我真件做的，我係認真嘅，好啦，啊，这都好耍啊咧，这就这交囡因兜，啊，一个中风的啦，啊，一个讲话阿拉阿腔啦。看恁这班的若会晓教囡仔吼，我头剁落来，恁做伊也济啦。囡仔囡仔交出来啦，交出来阮教啦。喂，啊人拢用这边兄，啊咱即摆地点当拢无咧过门的呢哈，人要出来。莫凊彩侮辱别人哦，你们好有证据哦。对啦，莫侮辱阮后生了。证据，警察局有笔录啦。哦，伊弄着人，人啊拼咧派出所。阮兄哥咧病院倒20几工呢。你敢敢讲这毋是恁后生的责任？伊伫学校了，咱问清楚了。哪个事情啊？哎，总算有一个较正常的。哦，你演父的哦。哎呀，你著好办啊咧，啊，著免惊找袂着人啊啦。我甲恁讲哦，恁好好处理哦，若无莫怪我让恁歹看哦。时到，我著跟阮兄哥的观察来遮，看恁安怎处理。200万一条人命，一点仔都袂过分。阮大咧讲，你有听无啦？200万才准备起来啦，你若无随时过来找恁啦。 200万哦，你拿处理好哦。卖生我的鸟啊了，跳起来！什么人了？天发大鬼，你都冇食了。其他有茶的呀？有得有司机要强啊，茶的老同学出去动手了，动手了。可能，唔惊我呀，你用高级的。 我爱洋葱啊，土豆事情就给啦。春天嘅一條花，一條花，記得是紅茶，塗顏老山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同同學啊，不當我啊，一做唔得嘅問題啊。 冇理咧。上下假如無信任親人嘅離開啊，總係愛情嘅理由啊，係嘛？冇聽說過家己呢事情4年就會解決啦。唔看，佢呢樣兄弟，維持人嘅用係。終於知道為什麼有人要借酒澆愁。事情嘅唔對，唔對我用個啥，用酒落去個死到底底，前公你怎講？好啊，買了下就一買。神經哦，想要講講聽。只要是錢能解決的，就不是問題。錢就是我最大的問題。給老你聽說，好嗎？
无诶，数用听无？落晓屁！喂，老爷，我叫啦，喂！这样才叫诶，这么停！哦，伊都倒来上用的啦。你也着有啥物事，某个事情好好讲啊。朋友迄卖嘢，朋友，倒带迄同事，和迄朋友啊。你还没冲动你？冇人管啦。无人爱管，给你你要做嘛？家娘没天发，你明知道我晚上没事会来这里跑步。出某天风去，做唔得咯。你冲动你都妈妈爱老年送去医院。又唔迄眼唔错，迄个是也缝纫做出来呢。警察要提起啊，佮因为当然就跌倒，然后送去医院，全部其实袂咩。给你空医来做嘛？哪有空？来提报考去做嘛个？唔记得吼，就空也唔爽嘛。还有嘛好讲诶？好嘞，老合你用讲就会控制你。阿姐啊，其实当时有某个事情听你讲，叫我转移好吗？落晓的，脾气转移啦，夹着去哪？我生也是咩爱事情啊哈！给工人上线上都拽起来，你也就咩黑嘛？做底眼就出家必死啊！做那拽面后，送伊去医院派出所。你遐讲啊？你遐马上发啊？你就遐安尼了，你就做唔得考起来了啊！你遐到处那边都监视器了啊！你控制你啊哈！你控制你生意哈！我讲啦，今仔就去讲就讲啦，我管就管啦，我管你的事情啦。黑了，你按歪了，我现在了，你不要转了了，你再给把你关起来了。我唔会烦啦。你要生意你就白天了，你知那不？做的事情还需要负责啦。你负责嘛干了？你做对负责嘛干？你变态啊！你那时候做对变态你呢？像这个乡间别墅，有游泳池、SPA、按摩浴缸，看阿公需要什么都可以特别打造。这样这间是多少钱啊？基本是6万，如果要另外修改的话，就看状况。唔会差，也还可以哦，当正。唔系啊，系3万。
2万、3万，用去查安怎咯？挺不错嘞，拍谁？我们还有更多的预算可以让阿公住得更好，加更多的设备进来。我早上有先请朋友去医院打听了一下，我说，我们现在介入家属跟当事人之间，对吗？不对。但你觉得我们不应该插手吗？怎么啦？哇，你怎么吐了满地都是啊？还好吧？啊？要不要载你去看医生？来，小心头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水？哎呀，你看你，吐成这样，哎呀，把人家地板都搞脏。都是你啦！害我没有赚到黑心钱。啊，好可怕哦！拜托，我怎么变得那么贪心？你那个算什么黑心钱啊？才3万块而已，我以前 A 的比你还多。不过你也是算很厉害啦，家里面缺钱，还有办法控制得住。要是我，早就控制不住。你很烦呢。烦什么烦？你下次要 A 钱的时候，麻烦你先跟我讲一声好不好？你那个招数那么浅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但是我还是不会教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要翻身真的很难，要重新获得朋友的信任更难。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，觉得我又要去 A 钱，然后呢，看到我跟别的女家属聊天，就觉得我又要去骗财骗色。你知道我是花了多大的力气，忍住不要发脾气，不想辞职。然后对，就你这个眼神，对不起。哎，你不用跟我对不起啊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本来就是我该承担的。而且我们家楼下的管理员北北有说过，没有一个会 A 钱的江神，哪来一个不会 A 钱的江神呢？恁吼做好恁李医师的工课就好啦。阮爱顾几个人就顾几个人，啊无是干你们屁事哟！你哪会谈安尼讲啦？我们要确认你们家属真的懂整个法律程序，因为这些程序会影响我们处理大体的步骤。那我很简单啦。无你是来创啥？春天跟一头发，一头发，去的是红茶，土眼后山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无你是来创啥？歹势，是我无甲囝教好，煞害着恁兄哥。我这身躯嘛一直头昏头囝，最后无啥物想要人陪啊，我败了了啊！我干那这个囡仔尔，伊若是因为这样代志，我送去坐监，伊就真苦啊！拜托个，迄恁兜的代志啦。拜托个，我是要机会，
拜托诶，放伊一条生路，我甲恁拜托诶，放伊一条生路，好无？我甲恁，我真诶，我起来啦你！我干嘛？你嘛是咧搬对一出的啊？海水，我都看无咧。叫人出来啊！就要到需要钱啊！嘿啊！那么笑都唔黑啊！干走了！海水，是我唔对，恁告我着我，啊，看无啦，来走，拜托诶，车是我开，我认为告我着我。罗孝平，有伊呐？怎么来困人家？懂事啊！因为你迄个来的，佢唔想人家人生早开始嘅时间，有样就停等。怎么人都闹得很矮，唔错啊！无家只有迄事实，再讲，你空起来咧，也有就唔知发生乜嘅事情。就算去发现事前请清腔嘅历史，也冇听楚楚地看到事实系乜嘅。屌你啊！要不要来死给啊？啊！我养来到睇人嘅世界，唔係咯，唔靠用，唔好認真啊！老實講，我咩唔想唱，唔過冇法啊，我寧願演戲假你。比我高了，他不秀啊！竟我讲来使演哦。呀，你先坐在这边休息，我去帮你拿药。老母收工挨挂急诊哦。冇，做嘛唔老给讲？陈桂义小姐，你给我清醒一点。今天就算是一个喜欢女人的男人，听到女人要帮他生孩子，都跑得远远的。更何况你今天喜欢的是一个喜欢男人的男人哎。胆囊发炎而已啊，你就听医生的话，乖乖吃药，多喝水，多休息就没事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喜欢我就算了，你喜欢卖笑叫我怎么帮你啊？我要怎么天数你啊？不然等一下带你去看整形外科好了。我才不用看那个。错，看能不能把你变成男人。变做男人，我应该叫来的啊。陈桂英小姐，你的药好喽。我去帮你拿。
小姐，请问这个药除了吃胆囊发炎之外，吃了可不可以聪明一点啊？会比较好睡一点，然后精神比较好。走啦。我带了一些优惠券跟保养品来给你跟小恩，你们工作太辛苦了啦。哎，里面呢有分男生用的跟女生用的，优惠券呢你就给小恩，然后你可以跟同事讲说，只要打电话来预约，说是原服的，我就会让美容师跟按摩师等你们，只有原服才有24小时服务哦。小恩，我带了一些保养品跟优惠券给你哦，你要记得天天用哦，哈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胜比。我后天请你吃饭好不好？小安你也一起来啊，时间地点看你方便。我生日啊，也算是庆祝我重生啊，让我谢谢你们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好啊。那我再简讯问你时间跟地点。嗯。拜。拜。这家戏出好诶，你心爱吗？你知道我迄个做得献给你吗？心爱，老肉也听从我们讲啊，好吗？三哥，跟你来了，有事情跟你谈说。因为阮照顾恁老爸遐尼久，你连一句多谢都无，无你是咧歹啥帅啊？有人要你照顾吗？我爸住院，你有通知我吗？财产都被你们败光了，你们到底还想怎么样？你即马到底是用什么口气甲谁讲话啦？老一辈咧讲的，昨影家厝甲水破水共款，你是啥意思啊？我爸的事就是我的事啦，连他走了这么大的事情，都还要警察通知我，你们真的太过分了！无你是要安怎？分财产啦，轮袂到你啦。我才不稀罕财产呢！我是我爸的女儿，他的后事当然是我来办啊。金小姐，我是承办您父亲后事的礼仪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全程参与。你这个土公啊，你真家暴呢，你真惨惨呢哈！歹数你也要问，病你也要问，问到这来哈！阿姐，你干嘛动手啊？小人，我跟你讲哦，莫想我你查，那边有报啥来讲？好，莫走，报警。好，好姐好，靠警察嘛同款啦。恁老爸连一个后生都无，这后壁芳岛派新主牌，死狗，唔是爱阮来。你说这什么话？民法有规定，子女成年以后，不论男女，一定要共同奉养父母，而且平均继承父母的遗产。再说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早就有女生捧斗、被生主牌了，好不好？你想买什么脸笑我哟？阿姐别怕啦！这个是我爸的公证遗嘱，如果你们再无理取闹，不要怪我不无尊长，我会走法律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怎么会送这些保养品啊？这个时候如果送一些跌打损伤的药酒，那该有多好！送保养品干嘛？奇怪，干嘛？淤青敷面膜是会好哦。你应该要问胜哥要不要去看医生。胜哥，可唔可以先？
先哥，来等一下啦。冇哟。麦笑，听说你刚刚超帅的。哎呀，难怪桂一会想要帮你生孩子活。陈桂玉神经病，你也跟着疯了？我也是这样跟他讲。你看，像我这种全身充满肌肉线条的男人，他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，这个有票。哦，我头好痛，我头好痛。不过麦笑，我说真的，如果不行，你就直接跟他说嘛，让他死的这条心不是很好吗？陈桂玉又不是不知道状况，你看先哥，那魔女公主跟我一斗拜，没用就是没用啊，那我要讲什么？若夜了下去状况，我嘛该参赛咧。来是减去，再个输得错去。硬控啊，中啊！若雅生日，大家叫我去啊，要到天堂好冇？木少，张晨，叫我去。哦，那我可以把那些保养品拿给桂姨用吗？让她开心一下。东西是他的，你问他。不要问我，我要下班了。我出去一下。肯定有鬼。春天嘅一條花，一條花，記得是昂茶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先吃点东西。係咪講咩啊？喺你芝加哥，人佔到獎學金咩？你幾批朋友咪做得聽書，讓啲結煙。接到條路嘅，你唔係有夢想嘅，咁就應該唔是這樣。你真係冇可能出去讀書咧，請你理由做乜解？但理由很差嘅。是有對嘅。那可誒，我要轉。覺得好唔好？做一條路，我知道都唔攀的，時間長要開，我想我老夫家境安重嘅負擔，開成型係。做在老夫卡你付出，也係一種許來嘅緣分，幸福。我知道嘅。上刻每次家都上吊嘅，也唔過渣。希望
你有问题要说的。我也讲真啊，全龙讲过死定啊！我很做啊，你做干咩啊？别啦，孝平嘅事情，我是想，搞唔好我爱养虫啊。唉，你見條嘅拉蟲啊，冇去答案咗呢，點喎？好啦，唔好想咁多，就那麼就怕嘞。你看，你就變較高嘞。我少呢嘅爸爸呢，咪點咗我等係。你嘅意思啊？哦，要做這個小事啊。我想咁多。對啦對啦。但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，男女是平等的，很多礼数的观念慢慢都有在改变，所以我觉得女儿也是可以捧神主牌位的。梁小平，提他做嘛？佢見阿公喺露台有來嗎？你就是警察说的那个少年吗？我是金阿公的女儿。真的很對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撞金阿公的。我可以去打工，分期付款，我可以幫忙付阿伯的醫藥費，真的很對不起。對不起。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快起来！其实是我找机会要谢谢你，谢谢你送我爸去医院。我问过状况了，其实我爸胃穿孔一阵子了，而且他有阿兹海默症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，只是喊背痛背痛。就算开刀，他也撑不过去。是我叔叔故意不告诉你，我要谢谢你。因为你这样一撞，我爸少了很多痛苦。为什么？四班国公孝平救了你呢？不会啊，老見阿爸佢冇嘢講翻嚟。今日先然嚟我講法啦。阿平子，我唔理佢啦，唔使笑，本記就講。你看，按講起哦，也佢心肝曉平，冇強用咧，變態人咧。成哥咁搶我，佢成哥想見你做啲傷心嘅嘢，冇俾走得呢。阿天姐，我愛你啦。哎呦，我怕啦。
做嘛？小安老外讲很仔细啊？唔是啦，爱的，爱看唔懂的。用白啊？小花以身相许啊？工作方爱做地方全心意，感情爱做唔得。也意思是讲，唔由着的迄份爱，唔过上爱脚踏两条船，系吗？唔嘛你喜欢的。但我对两个旅行社。冇。故说，迄份爱较大条的。我唔喜欢做第三者。如果一摆，哪嘞？太可怜。我去做啥？若也去总控，我会负调的经验，做得等下。哎，你朋友真的很够意思哎，还送一瓶酒过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很帅很帅啊！飘哥回来了，跟你介绍一下我的偶像飘哥。飘哥，手拿过来，拿过来。认识一下。对，认识一下。你看，他年轻的时候呢，吃了一个飘。他现在年纪大了，开始看淡一切，多了一个博，变成漂泊。他再老一点之后呢，他会再吃一个博，这样叫什么？漂泊泊。对，哈哈哈！飘哥很帅很帅，拿骰子出来，我跟他一起玩，会不会玩？会。来，教你，简单。来，让我过一下。来。目少啊，贵啊，做朋友无限快啊，有乜嘅事情好好讲啊，我小就懂麻烦，什么？我说被气，面对不一样。是面对。长地爱扭下下去啊，你好起快，乜年纪？嘿，你去甲我表露空地后快，要多快讲。啊，输了啦！问题没有，问题有没有看到？路像一条天，我种唔得看得。输了！好逊，完蛋！你来帮我，快点！干嘛啦？帮我打败嘉盛！哎呦，找盛比来是不是？没有在怕了，你会不会玩？逊，完蛋！你要被我弹了，你完蛋了你！有点有逼机了，逼机！来看一下！哎，有没有弹得很大力？大力！来！漂泊！要再来！报仇！给你迄公司的啦，还迄同事邀你做朋友啊。唔讲硬正经。可以，懵懵的嘛。安尼。你刚怎么对我？阮有老听讲，阮若同时呢恭喜你，准拄到迄幕，刚好到迄幕。下班！来看你多少？啊，没有，在车。
啊，还是没有，还剩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机会哦。凤姐啊，你回啦？根本你出来，你老欢喜嘅啊！来啦，你去啦，来。我病啊，还想吃条路咧。辞职做得几个问题诶？做得本该吃东爱吃个，还真爽你。不是看人家有同情的陌生。不用每天看你的脸就觉得我自己很笨，选一条最蠢、最不用脑袋的路。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当作是了解你痛苦的同事跟朋友？哎，吃东来做唔错，哎，都应该男朋友，都应该爸爸妈妈，都应该让来结婚的姐妹。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可是我可以毁了他的人生，很诡异啊！你看工作嘛，该要从事情供出来，你都得处理嘛，其他的都得处理嘛。很偏还会处理，可是我要怎么处理？我要怎么处理？我不知道，你跟我说好不好？我要怎么处？叫出来，叫出来就没事。俺总喺啲动头现在了后，张听听变到太人嘅。广东讲，就算係無期限，時間也唔會停，總會留俺通向夢地嘅路。Sophie，我們來切蛋糕。我现在不能让小朋友知道大爸爸发生这种事情，你们可以帮我想办法吗？走车！你起碼走車！演了紅啊，張下機給你，醬油4.5%，聽聽。我沒底。很抠哟！哎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带公主进去啊！